在上主应许给你们祖先和子孙那流奶和蜜的地方享长寿。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不像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在埃及，你们播种后还要辛劳灌溉，才有收成。但是你们将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雨水的滋润。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终都看顾这片土地。我们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庄松辉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走一条未曾走过的路，走一条未曾走过的路。请牧师。新的道路，因为牧师娘是参加第一堂礼拜，所以我讲他没有听到的事情。我退休以后，17年前我退休以后，感谢上帝的恩典。国内是有帮助过2届教会来，大部分是在美国帮助过教会啊。台湾的，我们知道在美国生活，竟然你没有到我们自己的故乡，等于没有脚。医生告诉我说，牧师娘跟我不一样，你是要走我熟悉的道路。我这条路呢，我们知道在国外开车，因为你住在德州很干燥的地方。所以牧师娘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比较冒险型的，开去的时候他回程的时候他不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从右转或者从左转。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我是参二我们知道当兵的弟兄，我们知道参二是办些是什么事情？我是办一些战略的业务，经常我的方向要很正确，但是退伍以后到现在呢，我是变成在方向这方面呢，我比较没有。当我在工学社服务6年的时候呢，整个工学社的员工他们都同事呢，他们称我是台北通，台北哪一个道路我都很通。但是现在我比牧师娘不通了。牧师娘在国外开车，我一边开，他说从右转从左转，因为不用导航，他又不用导航，结果都乱七八糟了。所以我们知道要走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呢，必须有冒险。上个礼拜我从诗篇第3篇以及撒母耳下16章跟我们分享大卫的信仰跟他的信心。虽然那时候大卫他是一国之君，能够忍受人的侮辱、辱骂、咒诅。大卫他一生充满许多的欢喜、快乐、忧伤、痛苦。特别那个时候的扫罗王要追杀他，扫罗王追杀他还不让大卫。我们说有好几次，大卫可以亲手杀死那个扫罗，但是大卫他没有这么做。大卫说扫罗他是上帝所高的国王呢，不能够杀他，所以大卫没有杀他。但是让大卫最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不但是背叛他，他这个宝贝儿子呢，还要杀他。所以大卫我们知道说，儿子要杀他的父亲。当父亲的怎么样呢？上个礼拜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的儿子，我想我们每位当父亲的，我的儿子不听话又骂你的时候呢，你当父亲的怎么样？你一定很伤心、很生气，甚至赶他出门。但是呢，大卫他所有的儿子当中，亚沙龙他是生长得很俊美，所以大卫也很喜欢他。亚沙龙不但是背叛他的父亲，还要杀他的父亲大卫。大卫他的心情怎么样？他仍然专心仰赖上帝，他相信上帝就是他的依靠，他相信上帝必能够帮助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在国外呢，不会感受到
农历年是怎么样，很平淡的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在台湾这农历年1个礼拜来，无论是在走到哪个地方，就充满了人潮，大家是非常欢喜快乐，这是我们的农历年。也许1年过来呢，上个礼拜我也有提醒我们，也许你曾经帮助过人，或许是你也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信仰上，你是不是如同大卫一样，相信上帝是他的依靠，相信上帝他信靠上帝，相信上帝就是他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也是专心依靠上帝，信靠这位上帝，他必定也帮助你。现在我们要面对新的1年的开始，我们如何走这条未曾走够的道路？到底明年这个在世界上，或者在我们台湾，或者在我们的社会，甚至在我们的教会，或者在我们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会有什么变化？我想这个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未知数，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预言家，台湾也有很多的预言家，预测2025年会怎么样，会怎样。各位，我想我们只有听听就好了，看看就好了，不要太过于相信。你假如太过于相信，会伤害到你的身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所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是属于末世的时代，也就是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我建议你多看看圣经，多祷告，每天要有灵修的生活，预备我们的心，等候耶稣第2次的再来。假如你不知道在这个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建议我们各位，你好好回去读在新约你读马太福音24章，你知道在这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你也可以看看彼得后书，或者是启示录是比较深奥，或者是但以理书，这些书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耶稣第1次来是带来上帝的爱，但是他第2次来的时候呢，是带来上帝公义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第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是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世界呢将近80亿的人口，信靠耶稣，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各宗派，大概是30亿的人口的基督徒。不过也要告诉我们，30亿不晓得有没有3亿或者300万或者3000万的基督徒，就存心真的要等待耶稣再临。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心灵都麻痹。对不起，我的华语有时候发音，我们要猜就好，因为我这个年代的华语要讲好的没有几个，特别长老教会的牧师，我在天母教会根本不曾用华语讲道，在国外也不曾用华语讲道，都是用台语讲道。所以第1堂我的牧师娘告诉我说平谈不是平淡，我们就知道听懂了哈。所以有时候有发音有一点差错我们就原谅我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基督徒我们大家都建立在第1次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国家社会，他们也在庆祝圣诞。
我们用第一次的圣诞冲昏了头，忘记耶稣要再来，第二次再来，会变成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耶稣第一次来是以上帝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不过耶稣第二次来是以大法官、审判官那种脸，我们知道审判官不是我们这形容的审判官，那是严肃的脸来看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要来第二次来是要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待耶稣，不要还是建立在第一次的圣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从古时候到现在，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耶稣这样说。我们知道印度释迦牟尼，他在他的《金刚经》，也就是他的最高的经典，他这样说：“我释迦还在寻找真理。”真理印度话就是神，用我们的基督教的术语就是上帝。这个释迦牟尼说：“我还在寻找上帝，在寻找真理。”没有想到说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也没有想到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他们都信靠这位释迦牟尼是他们的神。一个在寻求神的人，人家在拜他为神。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要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我们明年要走的新的未曾走过这条新的道路呢，我们跟着耶稣走就对了。早上我以《申命记》11章第8节到第12节跟我们分享，回顾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迦南地的边界。他们自从离开埃及，在旷野经过40年漂流的生活，经验到试探、痛苦、挂虑、担忧、失败、孤单以及无奈，以及死亡的威胁等等。现在他们要经过这个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上个礼拜我也告诉我们了。元旦，我们的赖总统说台湾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说 yes。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美丽岛。既然我们的祖先无论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带我们到台湾来，我们在这边定居定根。不过我们看看这几十年来，有许多为了民族、为了自由，许多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家庭所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要好好珍惜。上个礼拜我也告诉我们，不要给那些立法委员以及亲共产党的那批人来出卖。今天我们来看，上帝所应许这个迦南美地给以色列百姓。但是摆在他们前面的是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在这条未曾走过的道路呢，上帝赐下4个宝贵的应许。第一个，我们正走在一条牛奶与蜜的道路，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圣经章节秀出来？好，谢谢。我们先看那个《申命记》11章第8节跟第9节哈，《申命记》第8节跟第9节，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吗？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第9节。感谢上帝。好，谢谢。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形容词形容以色列百姓要进去得那为业的那地，就是丰丰富富的牛奶与蜜的道路，就是过一个毫无欠缺、丰富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就是上帝特别应许赐给那些凡是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听他的话、顺服他一切诫命的人。过去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所走的道路呢，是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是一条惊慌的道路，是一条不能够纵使的道路，也是一条愤怒、不安、不稳定的道路。现在他们在旷野交战，痛苦的日子快要结束，就好像一个军人打胜仗的军队一样，要进去迦南美地，接受牛奶与蜜的奖牌一样。如今我们已经走过2022年又1个月了，我们所要迎接要来的农历年，想得到那牛奶与蜜的道路呢，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专心依靠他的人，信靠他安静等候上帝的引导。所以他要赐给我们为业之地，相信就是一个丰丰富富的。想要得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呢，必须是一个有信心、专心信靠他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必帮助你。第2点，我们正走在一条新天新地的道路。在第10节的经文这样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便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呢，你们要进去承接的地，不是好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正在走在一条新天新地的道路，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中重新开始。一切呢，与以前的经验不同。埃及的经验呢，不能够拿来迦南地。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过去的经验呢，不能拿来迦南地。过去的已经过去，所以在新的环境呢，我们要有所改变。过去所养成的价值观念呢，我们也要重新来调整。我们面对要来的新的1年，在我们的前面是一条新的道路，是充满希望、光明、喜乐、祝福的道路，但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紧张、害怕、挂虑与试探的道路。要来新的1年呢，虽然我们心里充满了希望、光明，但是也难免感觉到陌生、恐惧、不安、没有把握。我们确实不知道，面对新的1年，虽然我们心里充满了希望、光明，但是我们也难免感到陌生、恐惧、不安、没有把握。过了年，也许我们有人来转换工作的跑道，有人计划新的事业，
有人计划新的生活规划，但也许有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里走，是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不知道怎么走。对于这些改变与负担的人呢，上帝的话语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一件新事。我们很快会发现，他要在旷野无路的地方为你来开道路，他要在沙漠无水的地方呢为你来开江河。各位，我们不但要信靠他，要依靠他，遵守他的话来行。你可以将这些重担以挂虑来交给他，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当就近我，我要给你们得到安息。”第3点，我们正走在一条有山谷、雨水滋润的道路。我们在第11节那个方面，我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山谷，乃是告诉我们说，未来的道路是一个高低不平、有欢喜、有忧愁的道路，是有成功与失败的道路，是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有山谷，是说到这条道路呢，不是很平坦、很平坦的，是很顺利的道路。有山谷，象征我们未来1年的道路，也是充满了挑战与冒险，是一条不一定顺利平坦的道路。各位，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永远处在高峰的状态，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那个不好的状态。无论我们未来的日子是高或者低，欢喜或者忧伤，成功或是失败，上帝允许我们会有丰丰富富的雨水给我们，除非我们离开上帝，不相信他。不管我们在未来的1年呢，是处在高峰，或者在低洼，欢喜或者忧愁，成功或者失败，挑战或者冒险，上帝允许我们会有丰富的雨水给我们。在这个地方，雨水代表上帝的恩典，是要与我们同在。除非我们离开他，不需要他，不信靠他，这样的人当然得不到上帝的恩典。最后一项，我们正走在一条从年头到年尾到年终，上帝看顾我们的道路。申命记11章最后一节12节呢，是耶和华你上帝所兼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未来1年，我们不会孤单，我们不会寂寞，我们不会绝望，我们不会无助。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从年头到年终的时候，他给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眼睛常常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在未来1年呢，我们不会孤单，我们不会寂寞，我们不会绝望，我们不会无助，因为上帝看顾我们是从年初到年终。许多人希望放在新的1年，将希望
寄托在明天。但是要知道，希望的起头不是明天，而是开始在今天。上帝要我们把握的是今天，不是明天。不过魔鬼呢，常常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还有明天。他经常在你的耳朵旁，还有明天，没有关系，还有明天。我们千万不要中到魔鬼的诡计。既然我们知道上帝是从年头年初到年终，他的眼睛常常看顾我们。我们说他是昨日、今日、明日的上帝，是到永远的上帝。若是我们这样我们应该呢，如何做我们的生活明年做我们的生活的规划，安排未来一年的生活，好好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安排了未来一年的生活，好好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在这个地方呢，要提供我们在5方面来做我们自我期待跟祷告。第一方面，我们要善用时间。我们知道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说：我们一生所得到的礼物，这赠品呢，是什么呢？是时间最宝贵。我们多数的人都是还年轻，所以时间最宝贵。这几天我的孙子回来我看他一坐在客厅里面，就一直开手机，不止在白天开，晚上开。前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说，现在是已经1点了，他还在看手机。结果小女生还是在国3的女生。我说你看哥哥，他从美国回来，他看手机是有限的。他现在今年就要读博士班了。他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已经把大学的微积分已经读完了。所以你应该要学像这个哥哥，不要每天把它当手机。结果手机有好，真的有很不好。我看一上车的时候呢，大部分在捷运的时候一上车，大家就在看手机。我有手机，我不是不会看，我要在家里看就好。到外面的时候多看外面的世界。亲爱的弟兄，这个科学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文学家爱默生这样说：你若是爱千古，你应该要爱现在。你若是爱千古，你应该要爱现在。不过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当爱惜什么？光阴，就要爱惜时间。第二样是善用我们的才能。俗话这样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能不同，我们只有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要去比较。虽然是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在第一堂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牧师今年在过了年农历年，我就38岁，是反过来的38岁。不过你们不要跟我比较，我在过了年我83岁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慢跑。我跑多久？10公里，我可以1个小时20分钟以内我就跑完。我们在座的没有80岁的。不过我们讲说60岁要70岁好，要跑10公里跑1个小时又20分钟以内跑完，我想还没有几个可以跟着我。不过我告诉我们，不要比较。台湾话讲人比人会气死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才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与才能，我们去发挥就是了。第3件，善用你的财富。善用你的财富、金钱是一种美德。我们的信仰的前辈约翰卫斯理
这样勉励基督徒这样说：你要尽你所能的去赚钱。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我们基督徒不要赚很多钱，上帝给我们够用就好了。错了，你上帝给你的才能，你会赚钱，你不赚钱，亏负上帝给你的恩赐。所以约翰卫斯理这样说：你要尽你所能的去赚钱，但是要尽你所能的去节省，不当花的钱你不要花，尽你所能的去奉献。当为基督徒，我有一次在天母教会讲道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上帝所赐福的。有一个国小老师，他也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小提琴他很棒，钢琴也弹得很棒。他就私下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们要十一奉献？”我说：“我当牧师，虽然我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天母教会给我一年的薪水，也不够绝对不够在美国注册1年，一个学期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从来我也是要1/10奉献。那个老师，他听完的时候，第2个月，他11奉献1万，好像是13000多，我忘记了哈。有一个执事说：“哎，某人，你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呢？”那个姐妹说：“不是牧师说，是圣经说，我们当奉献1/10。”那个姐妹当她奉献11之后呢，几个月以后，她来找我，牧师，感谢你告诉我，从圣经的话语告诉我1/10奉献。我这几个月来，1/10奉献并没有把我的收入减少，反而是增加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说这要善用你的财富我们要善用我们的金钱，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人，尽我们所能的来奉献，不是将你所赚的钱占为自己所用所有。第4，善用你的记忆。我记得我们的那个陈佑生牧师在12月有一次讲道，他讲说年龄跟年轻有什么差别？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我不会一直看我的稿，但现在呢，我一直要看我的稿，因为很容易忘记了。确实是这样子。我们我今天还能够讲到，我要感谢上帝。我不必虽然是没有100%一直要看稿，但是也是不能够偷稿。有一次我偷稿讲道的时候呢，糟糕了，我的讲道已经30分钟了但是我要紧的还没有讲到，这是年龄的差别。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什么记忆呢？我们要多一些心理上要多存一些美丽的回忆，多记一些从人与上帝而来的恩惠，可以在年底或者年初呢，能够向人感谢，向上帝感恩。最后一项，善用你的思想。我们要好好思想上帝的话语，每天要勤读圣经，给我们心灵换心来变化。在这末世，在世界，在社会，在教会，甚至在教会，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是是非非说不完，是非颠倒，给人感觉到痛心。所以在这种末世，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呢，我们要尽量将一些不好的记忆抛在后边，不好的思想我们要抛在后边。我们要求好好思想上帝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未来的1年呢，从年初到年终，我们得到上帝的看顾，得到上帝的帮助。面对新的1年，我们求主引导我们，用信心来依靠全能的上帝，用信、用望、用爱来走这一条牛奶与蜜的道路，有山谷的道路，雨水滋润的道路，
是有上帝从年初到年终看顾的一条未走过的道路，更求耶稣引导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2025年已经过了1个月，愿你们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农历年要来。主啊，求你能够在我们新的1年当中，这条路我们不晓得怎么走，我们恳求主耶稣，你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话语，你曾经这样说，你就是道路。我们只有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你这样说，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我们专心来仰望主你，跟随主你的脚步来走。祷告靠耶稣